大家好，歡迎嚟到獨家村，我係村長。喺開始分享呢本書之前，我想大家先諗一個問題：點解喺香港呢個咁專業、資訊咁發達嘅社會，依然有咁多人喺重大轉折點踩錯腳？無論係97年、08年，定係近幾年嘅資產大洗牌，每次浪潮退去，總會有一大批人發現自己喺度裸泳。佢哋唔係唔勤力，甚至好多係高學歷嘅專業人士，但偏偏喺變幻莫測嘅環境入面，佢哋嗰套成功公式突然間失效。我哋由細到大都被教育要做一隻刺蝟，一個專業，鑽研一世，一套價值觀，死守到底。我哋追求穩定，追求絕對，追求一個可以一勞永逸嘅答案。但問題係，我哋生存緊嘅2026年係一個黑天鵝變咗常態嘅世界。如果你仲抱住刺蝟式嘅思維，你只會活得好攰，而且好危險。今日我要拆解呢本狐狸型思維，佢提供咗34則致勝筆記，教我哋點樣喺呢個亂世入面，唔係靠死力，而係靠一套靈活嘅狐狸作業系統，令自己無論世界點變都可以游刃有餘。首先，我哋要搞清楚刺蝟同狐狸嘅本質區別。哲學家以賽亞柏林個比喻好經典，刺蝟凡事只知一件事，佢哋有一套核心原則解釋全世界。而狐狸知道好多件事，佢哋嘅思維係分散、開放，而且隨時準備修正。喺以前相對穩定嘅香港，你做一隻刺蝟係好有優勢㗎。例如你係一個會計師、律師或者工程師，你只要守住你嗰套專業準則，世界就唔會點變。但係今日 AI 每日都喺度重寫行業規則，如果你係一隻刺蝟，你會覺得世界喺度針對你；但如果你係一隻狐狸，你會覺得呢個係一個重新配置資產同技能嘅大好機會。呢本書嘅34則筆記，核心就係要我哋由刺蝟進化成狐狸。我幫大家歸納咗4個最強嘅實戰邏輯。核心一：擁抱概率，拒絕絕對。狐狸型思維第一條筆記係：呢個世界冇一定，只有幾多成機會。好多香港人買股票或者買樓，最中意聽專家講聽日一定升。但狐狸會將預測量化，例如佢唔會講會加息，佢會話根據目前數據有70%機會加息。呢種思維最重要嘅一點係，你要承認自己會錯。當你承認自己得70%準嘅時候，你就會留翻30%嘅後路。呢個就係投資入面講嘅安全邊際。喺香港，贏家唔係估得最準嗰個，而係做錯決定都仲有錢剩嗰個。核心二：拆解大問題，解決小問題。好多人面對人生大事，成日問一啲太過宏觀嘅問題，例如我應唔應該移民，或者我應唔應該轉行啊？狐狸會覺得呢啲問題係廢問，因為太模糊。佢哋會用費米估算將大問題拆細。如果你問我應唔應該由銀行轉去科技公司，狐狸會拆成未來3年銀行分紅嘅走勢、科技公司職位嘅通用性，以及自己份儲備夠唔夠過渡期。當你將一個巨大嘅未知數拆成10個可以觀察嘅小數據，你嘅勝算就會大幅提升。核心3：主動尋找反證，拒絕圍爐取暖。呢個係香港人最易犯嘅錯，就係確認偏誤。你想買一隻股票，你就淨係睇吹捧佢嘅片，去討論區尋找同你一樣睇好嘅人圍爐。呢個係刺蝟嘅做法。狐狸會專登去睇唱淡嗰隻股票嘅報告嚟睇，佢會問點解嗰個人話呢間公司會執，佢嘅理據係咩？如果狐狸睇完反方意見依然覺得自己啱，佢先至會真正落場。呢種思想對抗可以幫你喺充滿噪音嘅市場入面保持清醒。核心4：保持微調嘅節奏。成功唔係一下子嘅爆發，而係持續嘅微調。好多香港人中意講10年計劃，但狐狸型思維話你知，你要學似 Google Maps 咁，目的地雖然喺度，但前面封咗路，你要即刻重新計算。狐狸唔會制定一個死板嘅計劃，佢哋會每日根據新資訊去修正自己。講到工具，狐狸型思維有2大武器，呢2套工具就係費米估算 Fermi Problem 同埋貝氏更新 Bayesian Updating。佢哋唔單止係數學概念，更加係狐狸型思維用嚟對抗混亂世界嘅手術刀。第一件武器，費米估算，拆解極端未知嘅手術刀。好多人喺香港做決定，一係就憑感覺斷估，
一係就因為資訊太多而老冒。例如你想喺觀塘開間 coffee shop，或者想轉行去一個新興行業，你會覺得個未來好模糊，無從入手。刺蝟型嘅人會等一個準確答案或者大師指路，但狐狸會用費米估算。費米估算嘅核心係將一個你完全唔知答案嘅大問題拆解成幾個你可以合理推論嘅細問題。攞開咖啡店做例子，你唔好問一年賺唔賺到100萬，你要拆細佢。觀塘區有幾多 office 樓，入面幾多人每日飲咖啡，附近有幾多間競爭對手，我間鋪位門口每分鐘行過幾多人。當你將一個巨大嘅未知數拆成5個你可以觀察到嘅已知數，你個預測就由幻想變成咗概率。狐狸型思維話俾我哋聽，你唔需要預知未來，你只需要將大問題拆到細一細，答案嘅輪廓就會自然浮現。呢招係幫你喺資訊極度唔對稱嘅情況下，依然可以冷靜做決定。第二件武器，背時更新，隨時改變決定嘅科學導航。如果話費米估算係幫你起步，咁背時更新就係幫你修正。喺香港做投資或者打工，最忌就係死板。好多人覺得改變決定係醜事，覺得係無定性，但喺狐狸嘅世界，呢種叫科學。背時更新嘅邏輯好簡單，舊有信念加新資訊等於新嘅預測。舉個地道例子，如果你原本覺得某隻高息股好穩陣，升嘅機會係80%，呢個係你嘅初始信念。但係今日突然出一份新聞，話間公司嘅債務比例大幅上升，呢個係新資訊。刺蝟型嘅人會選擇唔睇、唔聽、唔信，死守原本嘅睇法。但狐狸會即刻將呢個新變數放落去，將80%嘅信心下調去40%甚至更低。狐狸唔會因為改變決定而覺得面紅，佢哋反而覺得如果資訊變咗而你唔改變，嗰種先至叫愚蠢。喺香港呢個消息是背時更新就係你個保命符。你要每日問自己，今日有冇新嘅資訊足以令我修正琴日嘅睇法？如果有，你要好似換件衫咁，自然即刻調整你嘅策略。呢種動態調整嘅能力就係狐狸型思維可以喺亂世游刃有餘嘅真正原因。我哋嚟睇下香港職場嘅實例。喺中環或者觀塘返工，你一定聽過公司轉型。刺蝟型員工會抱怨舊系統好地地做咩要改，佢哋會覺得好痛苦。但狐狸型員工會諗，公司轉型係因為市場變咗。如果我趁呢個機會學識套新系統，我係咪就係全公司最難被取代嗰個人？呢種就係書中講嘅反脆弱。狐狸唔單止唔驚混亂，佢哋仲識得喺混亂入面攞到好處。再講個人理財，好多人問我，某某大師話而家要買金，你點睇？我會話大師係刺蝟，佢係金嘅擁護者，但你要做狐狸。你要問大師講呢句說話嘅前提係咩？如果前提消失咗，佢個理論仲成唔成立？狐狸型投資者唔會愛上自己嘅持倉。喺香港做投資，最忌就係有感情，錯咗就係錯咗，止蝕轉身。呢種游刃有餘係嚟自你接受現實，而唔係你預知未來。其實狐狸型思維呢本書俾我最大嘅啟發係一種心態上嘅解放。香港生活壓力咁大，好多時係因為我哋太執着要做一隻正確嘅刺蝟，我哋驚做錯決定，驚輸。但狐狸話俾我哋聽，錯係必然嘅，最緊要係你有冇轉身嘅勇氣同智慧。呢種游刃有餘，其實係嚟自你對世界嘅謙卑。你要問自己，如果你間公司聽日執咗，你帶得走嘅技能係公司專屬嘅舊流程，定係隨處通用嘅解決問題能力？如果你覺得今日呢集關於狐狸思維嘅拆解對你有啟發，歡迎你訂閱我哋獨家村，俾個 like 同埋 share 呢條片俾身邊嘅朋友。你嘅支持係我哋繼續製作深度書評嘅動力。最後我想講，世界點樣變都唔緊要，緊要嘅係你腦入面嗰套系統有冇隨時更新。希望大家都可以喺呢個混亂嘅時代入面，做一隻聰明、靈活而且快樂嘅狐狸。多謝大家收睇，我係村長，我哋下一集再見，拜拜。